啊，你来台湾来大陆的话，哈，口音的话收不到，好像还是安尼台海地位的话，我已经跌落去了，侵落去了。王月球还的话，去的力争上游浮到那个岸边里面，可是还是发誓我要来帮助有一些的话怎么样台商的你台湾的雇佣来了台陆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地方的话求助。大家早。好。20-30年來，有越來越多嘅人向大陸發展。嘅五線台商嘅故事，是當少年啲，喺大陸發展事業嘅彭連橋29年來，就喺對岸網上寫出自家嘅奮鬥史，老心酸故事。從一個對技術都唔知嘅飛機小子，到開辦天圖工廠，最後還投身大陸轉型做化工貿易。雖然喺大陸發展嘅過程當中，遇到眾多困難，3萬大病之後，兩下發條喺國泰台商嘅姊妹起飛中，一個細妹人。在現在勇敢開創自家嘅事業，其實人人都老彭連橋嘅家人，老家庭有關。為到顧全事業，彭連橋仍然是走得轉台灣之擺，東少轉來家己，特別轉故鄉，天朝的後車上食了年年，老兩個妹兒，鄉下看到大寶小寶，轉新竹戶口，看幼年幾個熱愛。媽媽那波種了半年，哦，那凍到那兩隻轉來，一下一隻，然後那半年一隻，凍沖好冇你那看法，按沖。你睇那個種嘅嚟手抓邊轉來啊？哦，天台那轉來哦。我當日的話。回娘家的話，我都冇初三啦，初三轉來，初二我媽媽係我舅嗰度啦，所以我媽媽同我講嗬，初二佢轉去福岡，我舅嗰，初三就轉來來回娘家啦，容易啦。我當然轉來的話，可能我爸我妹的話有沒有家庭的話又改善了啦，只是說我爸爸我媽媽的話，當然的話仍然的下落，身體的話是還會仍然是下落下會嗰種腰酸背痛嗰度啦。因為是彭連橋的大陸飛轉來，係穿的水果，等經營在個排場自供自保，感覺台新台調發過來機了了後，對大陸保護的信息提供大團結。對於做人辛苦嘅彭連橋來講，雖然冇想過從那麼人辦嘅公眾繞足，唔過佢3萬大病，唔認輸嘅性格，沙老細世界家庭度嘅環境有動情嘅關係。有時我就用我抬來，俺出抬來個，俺去抓來，我做些，
咱技术南土家落太，土家落太南都伫咧按照大家按因南哦，唔免按因南哦，动身去，所以是这，按南庄咧是这，按山叔找土家落太，家落太找，看爱你属于做事，是天做事做好，按全咱去为主办，谢为主办。按大迄6岁读书的这咯，按那买含起哦，爱摘菜哦，见家白梅哦吼，是开菜咧，是爽卖哦，卖好爱喊的就是无安去哦，将无去上班啊，将去读书哦，按那扣牛，那某钱哦，分期卖变色咯，那改名店咯，很唔谈你卖，当上，是这。俺像俺妈俺讲的话，俺去到透过的话，俺妈妈俺爸爸都辛苦，俺每个都记得话哈，同家老爸妈妈爸爸道别，所以俺妈俺讲的话，俺母子怎么留下来？啊，为了按宪法的话，透过的话，用把人的知识，祖先用不俺爸爸俺妈妈都按辛苦，哎明了。但是俺妈妈今天讲，还是内心的感受，很都干苦了。怎么透过爸爸妈妈按苦？其实同爱讲是喊富桥读书，是伫遐富桥读书，读书按欠妹，同爱从台来个爱到5枚芒架。俺是想特别爱做条路，俺路嘛就完不爱识，俺土爱到台来是爱个做条路，做条路是这，俺欠妹俺都，我个太太做嘢上去哦，俺是上看他就声音是从大人上，就是特别大的。也建设系，韩国意思系比摊吊桥，也建设系俺爸爸的话，当初的话，富桥来了，比摊路了到做状况的，状况去重新的开始的第一个创业点。为到宪法，然后家庭带到几家人上台北打拼，阿爸每年冇喊到梦想。阿妹是到工厂上班，身为中午的胖脸饺，国小还忙毕业，就要训家母子，负责照顾四个老太。因为我有俺妈从世界来，然后伊是用钱都不爱这带到台啊，俺妈是田主公司上班啊，哎嘛。俺家就讲啊，礼拜就是去有重要，就从来我啊，因为就俺这就做关本那些，俺妈去上班，安尼。当时伊甲图书目前图书是伊是当年真是半工半读啊，有半工半读，实上啊，全都有填手写，有煮饭啊，当友好对人爱非常的友好。了解贫穷之苦。细细年纪嘅胖脸饺，一心想到天初爱读书，将做得听书改善几家家庭嘅经济。不过，伫从南强5个年代，细每年上读书，实系难上加难。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俺爸爸没不爱读书，俺爸爱读书。我爱读书，初中的话，我爱透过爱带信的别谈笔谈。我在7章的时候有通用公司，我晚上爱走小夜班，存钱，存小夜班的钱。还有的暑假啊，老师有同爱去嗰种爱打工洗碗。上去找薪头的话，头家很爱3点，那个拔出来，中央市场拔出来，爱每天的去拔出来，拔出来的话，爱喊着洗出来。
啊，洗菜刀啊，洗到还是洗盘，洗到各块刀啊，而且缅甸还是。爸爸我初中的话，我很辛苦，我还读毕业了。可是我爸爸、我妈妈还讲冇读，我还得读。我爱读的话，我让我妈妈讲，我读夜间部，我就考到一打三子。啊，不是我是让人做事的话，白天写让人写干嘛的？手提奶啦，写衫。然后呢，还有读声音，我读书的话，佢偷讲英文转来，啊，我的声音的，一直还在来，我的突然型，我遇到上次，我老师讲，叫潘连教，你用读声音咯，我讲冇办法，我讲我让人做事，我声音的突然咯，不呀，拜托你不爱突然咯，好冇？突然咯就不爱同我读书好冇？我老师佢讲，哦，我用系冇咯，我讲错，我用我懂我读书，我从读书到汉白到看，我从小到钱。都不爱爸爸改善佢嘅生活。冇辜負自家嘅期望，潘連教認真讀書，順利考上大學。不過因為屋下嘅經濟壓力，也冇希望讓愛為難，佢胞妹放棄了自家嘅求學生涯，先且踏上職場，展開另外一隻階段嘅大病人生。一個冇背景嘅小妹人，為到生活，用辦打拼出自家嘅天地咯。我刚开始想讲哈，给他走偷架的话，一定是他有专长，他有风范走偷架，那我一定要全场我都要做啊，竹盘啦，那个竹盘啦，那个手提奶啦，洗成熟啦，然后洗个车间啦，我一心都个乌收收，我妈妈讲，哎呀，伊是做会计用做乌收收，我都咪讲。正式多年之後，潘連教最尾還係因為家庭嘅經濟壓力，放棄大學學歷，開始投入職場工作。不過，就算到了職場，佢也不該堅持嘅本性，是求爭一口氣。會計出身嘅佢，5年是係坐在辦公室內，算事、大事、事情一無限說。除了高漲海，搬做水小通，是走到工廠地部都去退休。佢都是做會計，我剛開始想講哈，給他做偷架的話，一定是他有專長，他有風範。走偷架，那我一定要全場我都要做，哈，竹盤啦，那個竹盤啦，那個手提奶啦，洗成熟啦，然後洗個車間啦，去控，那個控下個師傅的話，看個機器啦，佢衝個拉鏈頭誒片子嘛，對不對哈？佢衝過的話，哈，還是來按1、2、3個滾筒滾，1、2、3拿起來一推，然後去纏。纏起來，哇！我一心都個烏收收，我媽媽講，哎呀，伊是做會計用做烏收收，我都唔係講，因為我是講吼，我係講踏出來個做會計的話，還要找個做業務的話哈，我的人生的話又踏出來嘛，對不對哈？踏出來的話，我要走得的話，認識更多人。哇，老闆你又在哦！哎呀，好久沒有看到你了，來。生意怎麼樣啊？還可以吧。哦，還可以哦。多看、多談、多做、多學，唔驚學做，唔驚苦。潘連教當家就學會了相關技術，不過經驗時又開始想下一條出路，向業務發展。就地做業務，令我不走從上嘅世界，認識了13歲嘅天圖師傅。我記得印象是第一次拿東西來電鍍，那他的東西就是特別趕，都一定來就趕。那下面的徒弟講，這個人都是很趕的，不要理他。那後來，他都直接找我講話嘛，那好，我說不行，這個趕的這個客戶好的客戶先趕先做。
反正就是这样，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忧。然后礼拜天休息，有时候就约了，出去吃饭啊，那就是这样产生起来。俺爸爸，那俺妈妈讲，叫唐豆去，俺老公係客家人啦，做唔做吼？然後呢，俺爸爸是講，哇，客家人咧，即個一個當學做蛇郎哦，俺媽媽講啊，我講我做唔得，我講佢邊眼係蛇。我俺食我比較大啦吼，俺媽媽講唔怕，你家己就講吼，俺媽媽你家己就叫我生意啦，我讓修吼，我讓修，俺爸爸講吼，你家己就講，我種隻工廠幫你做，因為我老公係開田土廠咧，哎呦按好哦吼，我按好哦，我爸爸是講群眾我老公嘛，我想你客家人嘛，客家人就講爸爸媽媽就講是群蛇郎就講就乖乖嘛。除了阿爸嘅退休，老公專業技術嘅配合之下，兩公婆合開了田土廠正式運作，彭連橋更加實猛走，萬乃拓展行業，事業做到當好。該兩時啲工廠退休嘅老太老好朋友，都對彭連橋該兩時嘅大病精神印象動情。我這個性哦，好像總共武則天啊，就像武則天一樣啊的個性啊，都不輸人，ไม่輸人啊，佢愛嘛就愛嘛改啦，一手遮天啊，佢到咱客戶吼又軟又硬，民國70年家下哦開始做到4年到74年開始家下，共勝利動火。好久没见哦，对不对？越来越发财。对，你也发财。那时候工作，我们都工作，晚上还通宵。哎，那时候我也有帮他负责账务，在跟他处理一些账务的事情。那之前我记得我们弄那一些账啊，我们就差不多1个礼拜，2个就在那边埋头苦干，一直在做这样的。连续通宵好几天，我常常记得这一幕。那我就常常在想说，他这么认真，哪一天呢？那个时候30几年前，我就想到他有一天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出息。她是一个很真诚的女人，她没有很大的没有什么，等于说他不会很虚，有的在商场上他会很虚伪去做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不会，就是应该形容他是大拉拉那种，是吧？他也会很大声的喊着他怎样怎样，他想认为怎样，他就直接会讲出来。你嘅係透過我咧出嚟做事，你嘅嚇出嚟哦，嘅聯生企業有限公司，我透過我做開工廠、田土廠嘅名咧。嗱，你落去就看，我透過賣工廠、賣鐵嘅工廠用半年。哎呀，你工廠的話，賣鐵的話哈，還沒窮容，按樣冇改變啦哈，按用我透過聯生企業有限公司嘅名，按自己走人下去。當初我買啲工廠的話，咪當捨不得買鐵啦，我可是冇辦法，我銀行的話，都冇做一台六咧，所以我咪建了一台六，大病事業。再來看頭擺嘅台灣球場，當初老公出沒到住。慢慢老事業做起來嘅日子，還記得清清楚楚。不過1985年開始，客戶漸漸外流到大陸簽廠商，為到搶轉流失嘅行業，佢需要離開老公，老漢死嘅聲音。沒有，媽咪的話1年的話才回來台灣一次的，你們兩位有沒有想過？想愛夢啊？會啊。哦，沒有。你呢？不會啊。
当初的话，我也不能，俺妈、俺爸爸土的话，这边俺是想俺爸爸、俺妈妈按揉嘞，知唔知？佢做得让俺土声音的话，可是俺没有分到佢的生活费啦，哈，佢唔是讲做个大病个按辛苦按揉的话，还来去做个这个状况该到啦，你知道？所以俺是讲啊，阿妹阿爸声音不能土，不爱专心的话，俺生活不会都来传签啦。所以我还跟我2个女儿对不起，对不对啊？妈妈的话哈，为了的话赚钱，你知道没办法，只好到国外去赚些外快回来养你们2个，让你们来享受这样子。所以我也跟你对不起，我妈妈的话没有说长期的在台湾的话来给你母爱在身边，可是你们还是很乖。我是认为爸爸妈妈都很辛苦，所以我跟妹妹都会觉得说，希望自己要很洁身自爱，对。所以会觉得说，不该学的就不要去学，不该碰的也不要去碰。妈妈给我最大就是让我独立，所以其实因为知道妈妈长期在外面，其实我们都只会报喜不会报忧。对啊，那因为在台湾都是跟姐姐，所以几乎就是跟姐姐相依为命。那就是有事情就是找姐姐啊，或是反正我们课业上啊，或是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我跟我姐姐2个人一起互助。很久没有亲你了。哦，对。彭连娇用2支爱相处嘅宝贵贡献，本來家人嘅冇少年嘅想法。也愛也做得下早退休，唔是嗰位想法煩惱，唔過要等客家人勤奮刻苦嘅精神，也愛當然肯係種菜到市場賣，經濟冇問題，又冇問自家慳下來。爸，吃飯咯！哎，客家你早點吃飯啦，要睇人睇呀。對彭連嬌來講，無論用辦存錢，或者係向大陸發展，佢總係老自家表弟最美嘅回憶。就算遇到任何嘅困難、老阻礙，只想到家人，佢要做得這個繼續向前衝。還有像我們辦公室的人員的話，對不對？能共同的協助。第4日漸漸轉好嘅時節，天公伯又搬了胖太子，讓我一張太考驗。在義烏投資的時候，哈，拿出個5米高的昂貴跟這個那個兩隻腳的樓梯啦，對不對？其實碰到，還是是被碰到是跌下來的，跌下來的休克，然後呢，開始是緊急救我。还有像我们办公室的人员的话，对不对？能共同的协助把业务的话做得更好、更多。這位係東港創案，係彭連嬌大病29年嘅素材，公司從天圖轉為化工描述。然公雖然冇從頭擺開工廠按到，唔過佢當一招先，天朝堅守崗位，讓大家開會檢討。概念在安樣嘅環境之下，為到存錢，馬界都顧唔得，是的就一口氣要向前衝。為到愛存錢，因為愛銀行的話就到國內的嘛，對嘛哈？訂單是還少嘛，還少的話還是錢是存還少，存還冇咁多的，所以還是講既然這個訂單的國內的還是勇氣的話，來嚟做。用嗱，睇過呢家係安尼台灣運動少，
你俩台六的话哈，猫洞反正的没有很发达啦，对不对哈？的动孤单呐，对不对哈？可是我是讲，既然我要台六走谁的话，对不对？孤单，可是我很感谢有这样你的好朋友，既然还讲叫哎呀彭小姐、彭连娇啊，对不对？叫我透过来讲下哈，每穷人都孤单呐，怎么做哈？每某朋友竟然叫我哈，你就从来让你的话哈，系孤单的话，打电话来帮我差一在意，让我共同了解到哈，你是有盼的对。看从动杀手嘅外表之下，系无奈何讲嘅故事。该宋冲当个骗不了含江老危险，也爱生意提风。家庭三忙，彭连娇伫台六嘅事业发展前好。不过，沙地基急于投资天意事业嘅世界，遇到人生当中嘅最大困难。我有投资人家哈，是在义乌那边啦，走天都有走天都仓，有走化工原料啦，哈。然后我在义乌投资的时候哈，我就开始走布置工厂啦，我就盖5米高的昂贵了，跟这个那个两只脚的楼梯啦，对不对？其实碰到还是个是被碰到是跌下来的，跌下来的休克，然后呢，开始是紧急救救我，干下的话我一般微信的话唔会听通嘞，俩团俩撞到，俩头那边又一些啦哈，俩胸部俩边又些啦错开，这个医生的话，让我讲几条开只空，让我出个些啦哈，俩没出，俩出，我讲阿妈。我讲厝就是两个嘛，我毅力心，我爱去干，样板落去，为了嗰种附件嗰度，因为我透过医家下哈，中药、西药、骨科这样子。哦，那个时候的话，这很难受，天天都要针灸啦、拉啦，这种啊，好，还是我总得按一线的话哈，报废，你知道，所以我毅力心，我一定医好。听说。见过，我见过。伫彭连娇身体撼动喜悦，还伫恢复嘅歌唱当中，没想到第2嘅投资仓竟然受到恶意嘅并吞，信心冇力嘅佢，有了其冇穷人嘅大转变。对头的话我觉得我当很可怜然后呢，我不能骗钱，我求人的话求不到，对不对？好像我出个你的台海地位的话，我已经跌落去了侵落去了我去侵占比如讲我侵占薯头的话，不爱夫人的话游到岸边去，可是。冇人来救我的话，到最后的话，我只有去干的力争上游的话，浮到海那个岸边里面。可是还是发誓，我要帮助有一些的话怎么样，台商的你台湾的不用为了台六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地方的话求助，我打电话找我老公讲，老公我入那个妇联会。我老公讲，你妇联会的话哈，你不合，为什么？叫你的个性啊，从谁来用，没从什么来用，样的哈。我讲爱怨，因为什么人还讲入谁来呀哈？台协我说我去听入妇联会。近半年係婦聯會天氣開會嘅日啦，切實了東島推送姊妹。公會上當中，你看到了兩群姊妹嘅快樂之情。時常有當到嘅會學講，用辦講是講唔出，所有嘅苦悶心酸，都打幫兩個人的。弟姊妹兒嘅付出協會當中走出來。現在我先生，我們都是做外社會生意哦，因他們重要就是一般的時間都在到處飛，所以我不得不強迫自己出來，
毕竟要面对这个现实，到台六来就要穿钱嘛，所以就不得不，因为以前自己还是很内向的。台山丑了位嘛，你没底，青岛问题有啥事老公就唔方便，老家嘅兄弟讲，为着面子的问题，我哋小妹子的冇相讲啊，我哋这小妹子的就会问姐妹，你要帮人解决，你要帮人解决，两问题一起骂啥？有时候这种婚姻的问题，或是教育小孩子的问题，其实是蛮普遍的。但是原来你如果说只是在工厂里面带小孩，然后相夫教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在这里比较封闭，因为不像在台湾，你开着车子出去，亲朋好友啊，你要找亲朋好友很方便。那来这边，尤其是像我来20几年的，那就非常的需要朋友。那个时候财务长报告的会员人数是378个，那估计当经历了两道嘅苦难，彭连教更加嘅了解台上姊妹付出嘅創造。2003年開始，彭連教今日喺東港推下婦聯會嘅創案分會，佢嘅熱情和發力，帶動了婦聯會嘅生氣，本貴州團體熱絡交流起來。會長請說一下。好，他本來還沒有參加，因為那時候婦聯會才幾個人，差不多7、8個人。那後來彭姐一進去的時候，參加的時候，就像什麼，哇！一波她的號召力真的很好，一下子就號召了50、60個人。那我本來對婦聯會一點信心、一點興趣都沒有，看到一個好像很有熱忱、很有那個愛心的人哈，所以我就繼續參加。他就是個一家情的嗰種感覺哈，叫做客家本色嗰種義氣哈，就走出來了。嘿，我最深的記憶就係安陽人，佢會老人講，我做唔到嘅，我唔敢老人講，也唔講我會老人想辦法講，你做得起罵啥？你做得起罵啥？有用冇用？唔抵，冇想講，好，我就試看看啊咧，係佢就會安陽嘅人。不錯啊，戴耳環，戴耳環。哇，好看！对吧？哈，来，哎呀，对，这个是对，是，你照一下镜子，在这边，这边，哦，头发抓一抓，啊，不要耳环，它有插耳洞，有。哦，哎，这个咁未，可以啊。頭擺係照顧世界老太嘅重午，一下是係照顧台上姊妹嘅太姐。東港姊妹記得都喊佢係彭太姐，彭太姐係職場上嘅唔強人，不過同時也有細妹人溫柔感性嘅一面。從頭帶領姊妹記得出門買衫褲，跳肚皮舞，鼓勵記得都行出來，人係講發拍到啊！當多嘅問題也會聽定解決。來自新竹嘅邱富美，因為老公來東港開設廠房，是為了台上伴娘，胞妹是因為婚姻老財門問題，親上彭太姐。總是人家說夫妻嘛。那分開久了總是有問題嘛。那當然，當時的情形也不是說誰對誰錯，因為畢竟我們沒有照顧到自己的先生嘛。那我們就可能意見差池嘛，所以他就離開，那就把負債留給我。當然，當時其實我覺得台灣婦人還是蠻堅強的，因為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不是逃避嘛，我們覺得應該是去面對。負債是可以還的，但是需要時間。那當時這個情況剛好也沒有朋友，那剛好透過一個朋友，他講說這邊有婦聯會，那我們的彭姐很熱心，大概在第2天吧，他就來拜訪我。當在你沒有朋友的情況之下，你會發現他好像一個浮木一樣，因為你沒來到這裡
完全没有台湾人。这个厂我接厂的时候，我们台干也离开了，包括我的先生也离开了，那就剩下我一个人。其实有时候有苦，你也不能对员工说。所以当时彭姐来拜访我的时候，我很快就加入会员了，1000块马上掏出来，因为当时感觉就是你没有那个浮木，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像浮萍一样，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一进去发现说，哇，还有这么多台湾妇人。彭太姐嘅无私付出，唔但将鼓舞了推上姊妹嘅基調，就連當地嘅人溫淑漢也喺佢嘅熱情之下，開始積極參與婦聯會嘅活動。她会连一个可能真的不是台湾人的女人呢，哈，还会真的愿意去栽培我啊，叫做让我成为，哎呀，我就看着彭姐当目标了，当时就要成为一个这样的女人啊，就又能干又有爱心啊，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朝着这个目标。通过彭姐，通过妇联会，那真正的知道哦，原来成长的过程中，真的团队的姐妹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支持我如何去装扮自己啊，然后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跟人交往。那从一个真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个不成熟啊，可能会没有女性的这份特质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去学习。彭聯教香港人生嘅大國老婦案。轉變思維，開始做，接起聽書面臨家庭事業等困難嘅推上姊妹，唔但將聽書了到姊妹，更加做得容易具體嘅生活，也更加嘅有勇氣、有能量去面對生命中嘅各種難題。彭太姐係姊妹眼中嘅太姐，不過其實也有懂得欣賞、活潑、非常真性情嘅一面。今天很高興，也很感動，說今天有這個場合，都是我們最熱心、最活潑的，大家所謂的彭姐，對不對？大家都是應邀而來的。彭聯教嘅性格活潑開朗，好鬧熱。除了婦聯會，佢還積極嘅參與當到大大小小冇強弱嘅協會活動，在勞工來大陸，天初求等勞工出門，少改本協會嘅朋友認識。我老公的話哈，佢下冇出來大陸，佢咪就禮拜一啦。所以的話，我佢咪咪窮下來，讓我老公窮下來爬山。我向佢講冇做倉庫，佢偏偏做倉庫啦，對不對？佢講我哎呀形象啦，形象的話做倉庫，做唔得做豆腐啦。我講我未窮量做豆腐啊，做乜驚嘛嘅東西啦，用佢拿哈。來，哎呀，哎，什麼哎呦啦？感覺不一樣呀，感覺是不一樣，這才是對的。跟你講啊，以前你摸到我的手是觸電，現在怎麼樣？觸不了電，是不是？靠邊，靠邊。來，快點走，快點走。來。對於每項活動。彭聯教總係盡全力嘅去做，不喜歡動腦熱，出去搞也係大頭行嘅，鬆朗嘅小生，老夫強熱力感染了身邊嘅每聲音，熱情嘅佢也不是嘅大量大家，強下到見路人去看路人家。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
除了热心公益，彭连教同时系个重视家庭嘅传统客家父母，因为工作嘅关系，两公婆穷下嘅时间动少，为了帮老公感受到家庭嘅温暖，佢总系马嘅独做。老公咧大陆的话，我当我做法不会写，因为的话，老公都出台湾的话，不用冇出台湾，我出来大陆，佢来的话，我做不会写的话，有家庭的温暖。所以说我是去到个一动到的话，你台湾的不容易来了大陆的话，有的过得蛮心酸的事情啦，还有家庭的问题啦，还有生意的问题啦，还有就是特殊的问题啦。上次的话，家庭的问题的话，我是来去讲哈，杨白英的老公。到成因教好，你然后呢，老公的话系出我辈转来的话，做些转来，你几天就出屋啊的话，来做饭不些莫讲哈，你讲老公出屋哈，你是出去我辈了解到，因为你两公婆到台湾来了的话，是几天两公婆都会同心协力啦。这样就对啦嘛，莫讲把老公表出去我背，莫关机。可是安样的话，老公的话，心肝时下莫转来武汉。你要去土耳其的话，有没有？我和你炸这啥那啥的话，你使未？和你看卖啊。对于青岛嘅五线来讲，家庭事业难两全，为了对口事业成功，老家庭美满。所以全力去做，听出做得达到自家嘅信念。她是一个好妈妈，也一个好太太、好老婆，很赞，也很努力照顾我们这些，她也是把我当做她的好像她的大小孩，哇，照顾的要去哪里吃啦、衣服啦，都会准备好好的，我就没有什么烦恼了。所以我觉得是，好像回来是没什么事做。身为客家人嘅彭连教，伫在东港有客家团体是主动嘅练习参加。除了假日世界学术总会、老学生联谊会之外，2014年6月29日，彭连教还亲身策划两岸客家联谊会。不同于不用热心嘅期盼发通嘅成绩，老师下点嘅路过，所以去大陆还系为天定穷下参加，点点支持好慢来走，慢来交朋友嘅朋友。这个很好，反正年纪的这个他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对心情更快乐啊。要做慈善的，他也是这边也是。很大方的，有什么就自己赶快去，有车自己去拉，做什么他都是会无条件的去帮助。还有一些的客属会的，还有我们长安台商会的，还有我们市台协的、妇联会的啦，也总会的，也有我们政协委员的，全部讲嘉宾们，大家晚上好。来一个我们台湾的电子太子舞的电场，好不好？今天很高兴，也很感动，说今天有这个场合，都是刚才一直讲话的主持人，我们最热心、最活泼的，大家所谓的彭姐，对不对？大家都是应邀而来的。最后我用一句客家话说，来代表两岸客家人：千年榕树一条根，两岸客家都一家亲；千年榕树一条云，两岸客家一家亲。有来有往会更加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于彭连教来讲，满洲嘅美食并唔係最重要嘅。做得傳起大陸老台灣客家人嘅情誼更加重要。喺安樣嘅晚會當中，客家人熱情嘅好客本色就地記住。
打拼江山抗天，要救世祖的神业，尘满眼。东东秋，爱的人家传啊，两三百年浓烟，阿哥精神默默跳，永远永远。玛丽，那你现在那边很忙吗？很忙哦，你要过来吗？虽然名如通行嘅法塔，就算风格两岸，也做得当日的线上见面，日界相似之苦。当日按不透10個無限，旁連叫還係會帶起耳機，打開日幕，留啲台灣嘅模樣，通過視線將會水幕。好。那你那个场地都看好的，那我哪时候回去试吃啊？你不是1月18號要結婚嗎？你要差不多8、9月。雖然模樣天天太累，以下個最細嘅模樣也會行業離通，旁連叫也開始想起自家未來嘅生活嘅樣啊。其實我嘴巴講出的很捨不得你搞出去，可是的話，我是想想啊，也算了，你18歲的，年紀蠻大的哈，我冇俾佢搞出去的話，我總會一直溜起來嘛，溜呢就不怕了，我總唔得講我很自私，基本就是他的有家庭的生活嘛，這樣子哈，搞出去嘛，有老家是的老公的話哈，在線上的話，組織一隻誰家庭。所以還是人生的話，還是講哈，你要溜水水嘛。我總是講，我不甘做寂寞人啦哈。等我70歲的時候，我總講我轉移花蓮啦，花蓮的我老公該武漢該到，講講再找一個，對不對哈？做一個小木屋啦，然後呢，還有的話，的做嗰種來樹啦，修改啦，然後呢，還有養一些小鹿啦，對不對啊哈？來在山上的話，然後去的話，怎麼走來走去，沒錯對啦哈。這是我音訊的話哈，人生的最後的小夯的路啦。環境也係艱難，也係唔認輸。就算生命當中10個多嘅不如意，旁連叫還係用正面積極嘅態度化解每種嘅難關，還個秉持無私付出嘅精神，承受無數嘅推上姊妹啊，為家人、生人啊，為推上姊妹啊，為客家鄉親，旁連叫是求潛心付出，做一個達得日來，確實有人嘅旁台者。